今日想同大家分享我點樣開一個無限公司，同埋一人公司點樣用 SOHO 嘅經營。咁呢個開公司其實都好簡單嘅，你走去稅務局啦，跟住就去申請一個無限公司。咁無限公司個名咧係冇限定嘅，總之係好正常嘅一個名就可以噶啦。咁我就選咗益知科技公司啦。咁申請咗個商業登記證。咁你就可以有個商業登記證咧，你就可以去申請一個銀行啦。咁商業登記證其實係嗰陣時好似2000零蚊啦。咁但係你因為你啱啱開公司，其實可以申請一個豁免嘅，即係佢有個 terms 就係唔知咩類型嘅公司每個月唔夠1萬，或者係另外一個類型唔夠3萬蚊，咁一年就可以申請呢個豁免。咁當然啦，你新開個公司你就冇可能去整證據出嚟話你之前每個月係幾多錢啦。咁你就可以估計嘅，佢俾你估計大約你每個月會產生幾多錢，跟住就去申請個豁免。咁我都 waive 咗嘅。咁因為公司你申請完之後咧，你可以用屋企去做一個營業地點嘅。但係而家去銀行申請個戶口咧，如果用屋企咧比較困難嘅，但係都有啲銀行係接受嘅。咁你就去開間銀行公司啦，開間公司band 度啦。咁點解要開公司咧？因為好多時你要去收錢收客嘅錢啊，好似我咁樣，我做軟件嘅，我要收客嘅錢。咁啲客會俾一張支票，就係呢個一支科技公司。咁你就要去到 band 度可以入到去。咁去到申咗 band 之後咧，你就可以做啲卡片啦，做啲宣傳啦。咁喺屋企其實經營有個好處咧，就係好多支出係可以扣稅嘅。例如我買電腦啦，買啲開發軟件嘅 tools 啦，咁都可以去扣稅嘅。咁喺屋企啲水電費啊、管理費啊都可以嘅，但係就唔可以100%咯。即係可能你電費係300蚊嘅話，你就可能合理地攞一半啦。即係如果你係用到一半嘅話，你就150蚊啦。咁租金都係嘅，租金如果你用一半嘅話，咁你1萬蚊租金你淨係可以claim 5000蚊嘅。咁記得你所有嘅單據要 keep 住啦，即係所有嘅文件你要 keep 住嘅。咁如果稅局去查你數嘅話，你要 provide 到呢啲咁嘅資料嘅。咁點樣入一啲帳咧？會計咧，咁我有個會計嘅軟件你就可以用嘅。咁喺下邊我留低咗嗰個連結，你可以去睇一睇點樣去入數做稅報稅嘅。咁都比較嘅簡單可以用嘅。咁開無限公司有其中一個好處就係可以一啲稅務可以避啦。因為你打工嘅話嘅就好似我第一年打工23000嘅話，其實交稅都好金嘅，交到好多。但係開公司嘅話，一來你開公司嘅收入就好少啦，我少咗好多。咁二來有好多支出可以當係扣咗嘅，咁啊收入減支出嚟先要交個稅，所以個稅務嗰度可以慳好多。咁另外我想分享就係我最尾係開間有限公司嘅。因為有限公司嗰陣時去到2017年噶啦，都創業17年啦。咁嗰陣時就多咗好多人加入我公司。咁我其實係想做一個有限公司，係將啲股份去慢慢分出去嘅。咁另外因為多人嘅話，你要承受好多責任。咁開間有限公司，你就可以將自己嘅責任嗰啲債務啊，同自己分開。咁另外開有限公司有個唔好處咧，就係你每年要做 audit 啦，你要將一盤數交俾audit 嗰啲公司啦。咁我大約而家每年就4000蚊到啦。如果做 audit 呢個你要另外做嘅。咁另外就係你銀行嘅 bank 要做核對嘅，咁佢每個月每年就要收600蚊嘅呢個核對費用咯，呢個額外做咯。但係無限公司嘅好處就係你唔需要 audit 啦，你只要用一個簡單嘅會計系統咁樣做咗一個資產負債表就可以報稅噶啦。咁你就只要填你個嗰個稅單就可以噶啦，將個無限公司個稅單填落去。咁無限公司嘅收入可以同你個人免稅額一齊去 claim 嘅，所以個稅務又可以唔使交咁多稅。咁呢個係開無限公司嘅好處。咁有興趣嘅話，其實可以訂閱呢個頻道啦。我未來會同大家分享更加多開無限公司點樣經營公司嘅一啲經驗。今日要分享咁多啦，拜拜。